架。398。583首。使我们在一起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咱足久，无向你出面头要来请安，咱来唱一条。来去，咱大家起来，你上无去较啥个？
聚一起，爱是你，爱是我们合而为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。上帝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、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主耶和华。时代要一起珍惜你。
神，全地都敬拜你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因你慈爱不动摇，你的能力显为至高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唱诗歌颂你大能，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因你慈爱不动摇，你的能力显为至高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唱诗歌颂你大能，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昔在，今在，永在的神，全地都敬拜你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昔在，今在，永在的神，全地都敬拜你。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啊，你是配得所有荣耀的神。那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我们称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太谢你，阳主啊，我们要屈膝在你面前来敬拜你。力量，你也是我们受宝造座。宇宙万物主啊，的你神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也是熊熊高安的，你是炸的主啊，我们要将在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在这些。主有你是万物之外的将上帝，所有的我们挖靠你，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你，主啊，你这荣光伫遮，我们将一切荣光拢归予你。阮伫遮敬拜，拢是为着要来荣耀你的名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
有人光的上帝。愿阮所献的诗歌也成做阮的祈祷，一生来倚靠你，永远无煞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啊，第这个请坐。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的所在有关荣甲欢喜。百姓中的族啊，恁着将关荣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。带尼米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即条咱三角起立来念圣诗，圣诗201首。圣诗201首，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请咱来念全首。
真济。即条咱三角暗塔来祈祷，听大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顾守，感谢你的引带，互阮即段时间拢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得到主你从阮三德之地的喜悦。主啊，阮要仰望你，求你会从阮三地祝福着阮今日的所有的敬拜，无论阮今日伫来到教会的敬拜兄弟姊妹，还是伫厝内底看 YouTube 或者联播的即个观赏来做礼拜，求主有缘来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满满伫每一个人身上。求主你有缘带领着今日关牧师所要分享好棒的信息，互每一个人听甲讲的平平拢会当得到你。阮要将今日的礼拜的程序完全交代伫你的手中。愿安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即条咱三角来看圣诗后壁面启应文，启应文第59。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59。咱着我来启，恁来应。恁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。因为人心会信，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互所有求救伊的人。毋过，因拢无信伊，哪会叫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着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力遐尼啊水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我所传的信息？不过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？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遍传全地。所以咱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，阮要唱歌来学乐，阮要唱歌来学乐。我
搁再请咱会长大家起立来坐念新的诫命。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也新的诫命互恁，恁着应该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即条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，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23篇第1节甲第6节。诗篇第23篇第1节甲第6节。台语汉语本是旧约595页。跟着我来读，恁来看。23篇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第4节，我虽然行过死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，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6节，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以上。今日歌牧师所要透放的信息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咱将时间交给歌牧师。二楼的兄姐，一楼的兄姐，还佫有咱线顶的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总会。教会甲社会的奉献纪念主日的交换讲台，真欢喜会当来到咱罗州教会，甲咱兄弟姊妹来请安，求上帝听，继续感动咱，互咱为着总会教社部的事工，咱来关心大道奉献。咱教社部所关怀奉献，包括咱看伫乌克兰咧战争的时阵，对不对？咱是毋是有台湾？会去援助的标志对不对？迄咱总会标志就是教社部去关心的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总会教社部的事工，咱继续来关心大道奉献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上帝啊，阮已经知影，甲认捌伫阮的听，阮若上伫听内面。就踮伫你内面，你也伫阮内面。愿阮学习听你，听看会见的兄弟来看袂到的上帝。恳求天父教导阮明白你对阮的听，求主互阮用你做听的榜样，学习你。求你听的圣神将听灌入伫阮心内。互阮听人，甲听上帝，主啊保守阮，用恩慈看顾阮，求你互阮选择平安的路，脱离迄个压迫阮的罪的吞踏，阮就会当踮伫天顶的耶路撒冷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约翰福音第20章第25节描写。遐个学生就对伊讲：“阮已经看到主了。”多马却讲：“我无看见伊手中钉的只，用指头仔探伊钉的只，佮用手探伊的鞋的，我总毋信。”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
第14节甲第15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第14节甲第15节描写，听到是彼得的声音，就欢喜甲顾袂得开门，走入去，甲众人讲：彼得徛伫门外，因讲你起笑了。各位，伫2022年6月，马偕病院主任医生宣判我有癌症，是恶性肿瘤尾期癌症第4期，只剩3个月的性命。结果到了今仔日，我还阁活跳跳徛伫大家面前来做见证。请问大家，你相信主动阁活起来吗？你相信主动阁活起来吗？互医生断定只剩无到100天，会当活的主动，现在阁青龙活虎，徛伫恁的面前见证主恩，有可能吗？郭主动，你是毋是起笑啊？你有起笑无？各位，你是毋是要检查一下？主动的手、骹、头毛，拢是真的哦，拢是真的。主耶稣真正医治我恢复健康，互主动阁重新活起来了。所以今早起的礼拜，咱要接到诗篇第23篇第1节到第6节，要甲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求主帮助咱明白，真神上帝毋是别人，上帝是啥物人？上帝是我的牧者。伊行神迹奇事，医治我，眷顾我。上帝嘛是咱的牧者，必要怜悯帮助咱得到医治，得到健康，得到平安。第有死亡的威胁。真神上帝毋是别人，上帝是啥物人？上帝是我的牧者。所以，凡是上帝眷顾的小羊，会得到啥物遭遇？第一，有死亡的威胁，是安怎讲？咱来看诗篇第23篇第4节，诗篇第23篇第4节，咱开声来读，请。我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，多谢。是啥物意思？上帝话甲咱讲，基督徒行天路，并毋是一帆风顺，可能嘛真侪解经历着险境、困境、绝境，但是咱会当安然将家己交托互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伊必袂叫咱拄着试探过头伫咱所会当忍受的。毋是咱来看大卫。伊是上帝所高牧的君王，就万事 OK 一帆风顺吗？毋是哦。上帝甲咱讲，伊骨头盖差一点仔，就死伫扫罗王的手内，抑佫伊伫晚年更加差一点仔，伫一场叛变内面死伫囝儿押沙龙的手内。可见，凡是热心听主的基督徒，爱记哩。你是上帝手内的宝贝、虔诚的小羊吗？爱小心，有可能你嘛会拄着死亡的威胁。就好亲像基督徒会破病有苦难，请问牧师会破病有苦难无？会无？我甲你保证，牧师嘛会破病，嘛有苦难。伫去年2022年6月。马偕病院泌尿科主任通过抽肺的检查、X 光的照射、全身躯的断层扫描，宣布医生讲，牧师，你的射腹腺肿瘤癌症的程度，如果画线画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画到15，我心内暗想，我上济是偌济？上济若8、9就差不多啊。结果医生沉重的讲，你是第15，最后一名，是上严重、上恶毒的肿瘤。哇，真是晴天霹雳啊！
讲意思是，我无救啊，我得要死啊吗？医生个面色沉重讲，你的腹肚啊，经过断层扫描，全部拢无去啊，乌了了，而且炭到规身躯。你不简单有射腹腺癌，嘛有膀胱癌、大肠癌、直肠癌、淋巴癌。听到医生安尼讲，讲我是5种癌，啊个恶性肿瘤第4期的、尾期的。听到医生安尼讲了，主动去抱着最后一丝丝的希望。我就想去问医生，我会问医生问安那？你想呢？啊对，啊恁若感觉拢共款，我就真兴奋的问医生，我还可以当活偌久？空气甲呼吸向阳从那缩起来，医生考虑足久的，嘛毋敢讲出来，勉强讲一句话，3字，倒3字。活袂久，毋过你的排尿困难，我先把你挂一条通路，互你方便排尿。当我头咧咧离开诊疗室，事后我才知影，医生就甲牧师娘讲，我只剩落偌久通活，3个月日子通活。结果牧师娘连哭3天3暝，有目屎流甲无目屎，伤心痛苦袂止。当然我嘛是啊，心内灰心丧志，我哪会遮衰？哈，人是咱得到一种癌，对毋对？我咧连中5千，我毋是叫恁去签大家乐哦吼，毋是中迄个5000旅费迄种的，我是连中5千，有当奖。而且是恶性肿瘤癌症第4期、第尾期的。各位，我要见证，大鼻王有苦难，基督徒会破病有苦难，请问牧师会破病有苦难无？我要见证，牧师嘛会破病有苦难，但是毋免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记载，恁所拄着的试探，无毋是人所会当忍受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必袂叫恁受试探过头伫所会当忍受的。伫受试探的时阵，总要甲恁开一条出路，叫恁会当忍受下条。第2点。有及时的恩典，真神上帝毋是别人，上帝是啥物人？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所以凡是上帝眷顾的小羊会拄着啥物遭遇？第2，有及时的恩典，记伫倒位？咱来看诗篇第23篇第5节到第6节，诗篇第23篇第5节到第6节，咱开声来读，请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令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，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倒写，什么意思？上帝话甲咱讲，恩典甲慈悲，就亲像2只牧羊犬，帮助咱安安跟对上帝。律法，互人栽罪，互性命高达；恩典，互人得到快乐，互性命成长。咱顶头生得救了后，就开始担着上帝丰盛的宴席，伫世间就担着属天的滋味，因此就满心仰望，永远踮伫耶和华的厝。无简单，想要诚做上帝宴席顶悬的贵宾，更加想要诚做上帝厝内的人。罗马人书第8章第38节到第39节，罗马人书第8章第38节到第39节讲，无论是死
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灵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管厝，是家厝，是别个受造的物，拢袂当叫咱甲上帝的疼隔绝。这个疼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内面的。各位，第八句句，你确信甲上帝的疼永无隔绝吗？你确信主的恩典够用吗？就好亲像当主动发现得到恶性肿瘤不治之症了后，开始经历一连串的治疗过程，通讲是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若毋是上帝及时的看顾甲恩典，可能早就安那永归天家，安息主怀，是安那讲？伫治疗癌症的期间，第一届化疗了后，头毛就安那就陆续落了了。食了癌症，第2008年上届好个哦，2008年第2期的标靶药了后，因为药效伤强，煞全身躯安那红、肿、烫皮、换指甲。基督徒医生讲，袂使是袂使，爱换药啊！若无你会全身躯过敏，结果就改食癌症第2017年第1期的标靶药，第2期一定是比第1期较好嘛，对不对？吼，伊第2期的药性伤强，所以改换2017年第1期的标靶药，哇！感谢主，全身躯的红、肿消退，烫皮。换皮肤，我的皮吼拢烫掉安尼，换皮肤成功，指甲嘛换掉哦，指甲拢换新的哦，我指甲拢换新的哦。你讲上帝恩典奇妙无奇妙？当第一届化疗了后，过1个月，咱知影，若咧癌症咧治疗吼，化疗，一个行程吼，可能。爱住1届、2届、3届、4届，对不对？吼，我住第1届了后，第1届化疗了后，过1个月爱接受第2届化疗进程，就到台北马街会诊，有发烧的反应，医生做紧急的处置，赶紧抽血检查，发现我的白血球降落来到偌济？200。降落来到200，这是有败血症的生命危险。立刻安那迄阵台北马街拄无病房，都赶紧派救护车安那，10万火急，送到倒位？送到德维亚马街。沿路呢，我也冷也热，不断的皮喘。我牧师娘陪伫救护车的车顶。掠做我可能会安那，随时会安那，随时会遭受不测安宁，嘿对。我心内百般的毋甘艰苦，感谢主，救护车一到了德维亚马街，我立刻感觉，小退咯，身躯无阁遐尼艰苦。伫医生甲我补充白血球了后，哇，我感觉身躯安那平安。轻松快活真济，你讲这件是上帝及时的恩典甲拯救嘛？过了3礼拜，心内想，安尼总应该会当接受第3届化疗啊吧？不行，主动去中奖啊！唔好误会，唔是发大财，是中着 COVID-19。哇！发烧、咳嗽，立刻带入去德维亚马街的隔离病房。咱敢有人带过隔离病房？隔离病房哦，就是你但你会当入去尔，关咧，吼。医生若要入来，拢爱穿迄落规身躯的啥？防护衣呢？若要出去咧，伊的衫较要脱掉，才来出去安尼哦。伊隔离病房5天。关伫遐5天，外表人看来是不幸，但是
其实上帝意念悬过人的意念。上帝将我关伫无细菌的隔离病房，是要医治我，互我所有的癌症拢会当医治。结果隔离结束出院了后，医生讲：你毋免化疗啊，你只要食标靶药就好。所以我化疗化几届，注2支射，注2支射。第1届、第2届，安尼注2届，啊，第3届就无做啊。所以我注2届，我都无做啊。医生讲：你毋免做啊，你食标靶药就好。到了12月中旬，医生的断层扫描、X 光的检查，拢甲我讲癌症啊啦，消失啊！射物腺癌、膀胱癌、大肠癌、直肠癌、淋巴癌，拢无去啊，看袂到啊。射物腺癌指数，咱若有60岁以上的兄弟吼，你万一你若去做尿壶腺的检查，你就知影尿壶腺指数。我迄阵医生讲，你会当恢复工作啊，你会当平安啊。迄时我的 PSA 指数是0.1以下，顶礼拜我是检查0.08。原本 PSA 指数我是偌济，你敢知影？200，60岁以上的男性 PSA 指数4以下，表示你健康的；啊，若是以上的，表示你有射护腺癌。医生讲，你会当正常生活，恢复工作咯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俄罗主。你讲，上帝听甲稳定，怎样袂使人感动？诗篇第103篇第80，诗篇第103篇第80讲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稳定，无轻易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主耶稣的听，主耶稣的慈爱，哦，实在，我阁补充一个，互我讲袂尽。我伫发现我有射护腺癌，要开刀的前1天，上帝安排一个小天使。我若即个小天使讲我要去马偕病院开刀，伊就甲我讲：牧师捌食咧。伊就甲我问讲：我要倒一个医生开刀？伊讲捌食一个。来，我给你介绍，换另外一个医生，换另外一个主任医生。本来这个是少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本来要开刀啊，明仔载哦，病房拢超好啊，要入去啊哦。但是安那，咱这个小天使就甲我讲：牧师，你等一下，我带你搁换另外一个医生，主任医师。伊再讲迄个较厚的款安尼，换迄个医生，啊，伊搁甲我检查，本来我要开刀啊，这个医生呢，煞换伊了后，伊拢无开刀，哦。啊，伫治疗的过程，咱敢爱病房，带伊爱病房无？哇，拢即个小天使吼，来甲我安排病房，啊，安排好医生。所以我人有诶癌症讲吼，若得着歹命拢爱安那，爱手术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甲你讲，我虽然是规个腹肚吼拢乌了了，规拢癌，但是我无挂着呢。我要去迄个申请人迄残障吼，你知影吼？若重症，啊，我是重症，啊，要去申请残障的补助啦吼。啊，医生就讲我到带你挂一块肉，哎呀，啊，佫无得着呢。啊，我是听阮会友讲吼，牧师你去请迄个残障的补助啦，吼，残障补助停车讲拢拍折，啊，坐车拢拍折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就赶紧去大医生讲，我要安那申请迄个残障补助。啊，医生讲啊，你开刀，我无带你挂一块肉，你无你讲倒一块肉无去，还有影得着呢？我拢无挂一块肉呢，我拢真正食标靶药。好佳在咱即个小天使，伊中途甲我讲，牧师你无捌食咧，你既然要带因开刀啊，你等一下，我搁带你介绍另外一个医生，吼，啊，你搁互检查一下看一下，啊，无毋对，确实是癌症袂记的，但是呢，伊无甲我手术开刀，伊甲我做标靶药的治疗，
互我会当无开刀食药啊，竟然会当伫11月中旬了后，我就恢复工作，恢复健康，恢复平安。你讲这敢是上帝奇妙的听觉恩典？这个小天使，这个贵人伫倒位？你敢知影？你敢知？倒位？你讲，什么人？啊，你哪知？啊，苏贞敢有来？今日无来吼，吼啊！伊嘛毋知我要来款安尼，好甲早伊呢，啊若无我今仔日吼，可能早就安那。阮若迄个少年医生打开刀落去吼，保证我即个癌症安那。我规身躯拢乌的哦，腹肚拢乌的哦。我有几种癌？几种？5种癌哦。其实吼，我搁足含蓄的啦。其实吼，我安尼吼，身躯安尼啦，小可啦开落去了后，发现我搁有小肠癌，应该是6种，但是我较保守、较谦卑一个，讲5种就好。上帝恩典伫6种癌的人的身上。医生无带我开刀，惊食标靶药，化疗2解，啊，然后咧食标靶药就好啊。你讲这上帝听恩典，安排小天使，互我换找到好医生，搁我有病房通好住。你讲上帝听恩典遮尔大，上帝恩典教育咱用，阿免。第3点，有信心的宣告，真心上帝毋是别人。上帝是啥物人？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所以凡是上帝眷顾的小羊会得到啥物改变？第3，有信心的宣告，记伫倒位？咱来看诗篇第23篇第1节到第2节。诗篇第23篇第1节到第2节，咱开声来读，来，要我是。我伫安静的水边，什么意思？上帝话甲咱讲，代表少年的时有过样骂过，伊根据家己的经历，将上帝描写做一个过样的人。羊伫倒位食草、啉水、活动，完全是爱靠过样的人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，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讲：我是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。为着羊放杀性命，描写耶稣是好的牧者、大牧者、大牧长。主耶稣是好牧者，伫头前为着咱引带正路，咱却是顺服的羊。牧者规工甲羊群拢生活做伙，是羊的领导者、保护者、医治者，也就是羊的一切。上帝无单单是正人的牧者，上帝更加是我的牧者。伊毋是过去、捌时，也毋是将来才是，乃是现在就是我个人的牧者。伊引带保护咱，甲咱同在，供给咱一切的需要。亲爱兄弟，礼拜久久，咱有信心宣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？你有信心宣告？上帝必定引带我、保护我，甲我同在吗？咱有安尼款的信心的宣告吗？就好亲像当主动伫治疗癌症的期间，咱一定会真好奇，我是怎样得到上帝奇妙的医治，得到上帝的看顾，对不对？注意听哦，秘诀就是祈祷。信心的宣告，医生吩咐我讲，你爱晒日头，爱多运动。当我肉体上界软弱、精神上界低调的时阵，我想到手无寸铁的以色列百姓，要怎样打败坚固的亚利哥城？因每天安静无声，洗亚利哥城一届。第7日洗几届？洗7届。到第7届，以色列百姓就安那大声喊叫，宣告耶和华已经得胜了。结果上帝大大祝福因。所以呢，我看到以色列百姓安尼洗城洗7届，我
我著学习啦吼，我每工著洗3角布教会洗几届？洗7届。到第7届，我著安那宣告上帝已经得胜咯，上帝已经医治主动的癌症咯。每工运动的时阵，医生讲我爱运动啊。每工运动的时，我著大声喊叫，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已经赦免洁净主动的罪。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受的批判已经医好主动的射护腺癌、膀胱癌、大肠癌、直肠癌、淋巴癌，医好到完全，医好到得救，医好到健康，医好到完全，医好到平安，无搁复发。哇！每一届运动的时阵，我就会拍扑啊！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俄罗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俄罗主。运动的时阵我嘛会唱诗歌呢。得胜得胜，哈利路亚！得胜得胜，哈利路亚！得胜得胜，哈利路亚！基督已经得胜。我搁加一句啦，主动已经得胜。哇！感谢主，俄罗主。每一工食饭、食药仔的时阵，我著宣告感谢主，赏赐我救命餐、救命药，求主医好主动的射护腺癌、膀胱癌、大肠癌、直肠癌、淋巴癌，医好到完全，医好到得救，医好到健康，医好到完全，医好到平安，无搁复发。哈利路亚！安尼一直宣告到12月中旬，上帝真正垂听我的呼求。医好主动所有感情，所有感情拢消失，愿一切荣耀归乎主。阿门。希伯来人书第13章第5节，希伯来人书第13章第5节，主耶稣捌讲：我总无放杀你，也无离开你。各位兄弟，主耶稣听我医治我确信主耶稣也必定会帮助你医治你，因为主耶稣是咱的大牧者。伊总无放杀你，也无离开你，所以咱着勇敢的宣告，咱做伙来宣告：耶和华预备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哇！感谢主俄罗主，迄个我拢改做主动啦。迄个耶和华是主动的牧者，主动无欠缺。伊予主动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主动到伫安静的水边，我就安尼祈祷宣告啦。感谢主个主，主耶稣医治我确信，咱靠主也要得到主的医治，靠主得到健康甲平安。阿门。结尾来讲，回顾自从对1992年新学院毕业开始牧会做主的工，已经30多年。每一个听到有人见证，伊为什么要献身？为什么伊要服侍主？有人讲伊互车弄着，差一点仔无命，是主耶稣医治伊。嘛有人讲呢，伊破病得到绝症是上帝医治伊。嘛有人讲伊互鬼附身是圣神医治伊，赐予伊平安。所以因要立志献身服侍上帝，要尽心尽力来服侍上帝。哇，真是何等的甘甜，有 power 的见证。真是使人较无甲感动啊！毋过，为什么我拢无这份奇妙的恩典、特殊的祝福呢？诗篇第100篇第5节，诗篇第100篇第5节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伊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伊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感谢主！伫2022年12月中旬，当医生宣布主动全身躯的癌细胞拢消失啊，我会当恢复正常的工作，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我心内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想到圣经一节的话，约伯记第42章第5节，约伯记第42章第5节。我早前风声有你，现在亲目看到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互以前我听讲信上帝有偌好，有偌水，有偌赞。以前我嘛安尼甲恁讲对毋对？
以前我拢安尼教导啦，我信上帝有偌好，有偌赞，有偌水。现在我亲身经历着主耶稣的医治甲平安，这拢是真的。你讲这怎样要使人感动？另外，主耶稣医治我恢复健康，圣神的声音就甲我讲，主动欠主耶稣福音的罪，就亲像保罗见证。罗马人书第1章第14节到第15节，罗马人书第1章第14节到第15节，无论是希腊人、未开化的人、聪明人、愚妄的人，我拢欠因的罪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予恁伫罗马的人。因此，主动必须加倍努力，为主做工，传福音做见证，来回报主的恩典。所以今日的福音甲咱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对咱的生命有啥物鼓励甲帮助？咱来复习一下啦，有啥物帮助？第一，有死亡的威胁，听主、信靠主的人，拢会拄到苦难甲死亡的威胁。但是毋免惊，因为上帝甲咱伫地，主的腿、主的管安慰咱。阿免。第二，有及时的稳定，虽然拄到死亡的威胁、黑暗的关系极大，但是主的稳定够用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，伊对我讲：我的稳定够也你用，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顶悬显出完全。第三，爱有啥物？信心的宣告。基督徒若较无得到医治、得到健康，爱勇敢信心的宣告，举起双手，大声学乐祈祷。约伯记第1章第21节，约伯记第1章第21节讲：想事的是耶和华，退去的嘛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愿主的话真侪咱的鼓励、安慰甲帮助，千万爱记哩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阿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学到你的听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话命的话，接着主你的话来刚强阮的信心，互阮明白，主上帝你毋是别人，主上帝你是阮的牧者，求圣神做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当阮有拄着苦难、病痛、郁卒、艰苦心的代志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、扶持阮，保守阮的信心，互阮无惊讶、无论呢，继续祈祷上帝、倚靠上帝、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、祈祷上帝。阮确信上帝你的恩典够也原用，求主你垂听阮伫你面前谦卑诚实的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非常的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即条咱来回应诗583首，回应圣诗583首。愿主春里圣手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Yeah.
求主甲我拜，我所着你的陪，我是主你所爱，我愿无计是体，无论情看欢喜，也是悲伤是真，主你着天愿意，我愿春秋来去。虽有可表灵了，多有时时含害。我若受主体恤，心就安然自在。愿世界情最好，强定为主面前，放正做上帝国，亲像微妙天地。请坐，这条咱三角来奉献。这条三起立来吟奉的诗。请坐。这条咱三角来读今日的金句，记载伫诗篇23篇第1节。咱台语甲华语，咱各来读2遍。台语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23第1节，华语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诗篇23篇第1节。咱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？无吼。看咱即条咱三角来先开周报，咱来看今日的报告、消息甲报告。第9月消息，小会议决，咱对8月、10月、12月的第1礼拜合堂礼拜后举行着发展小组聚会事项演习。第2，今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欢迎三角埔教会歌
瓜主同瓜牧师前来到咱教会来讲道，来分享着信息甲事工的报告。教社委员会主要事工，国内外急难的救助、社群关怀甲宣教、社会公义甲和平、永续的环境，邀请着兄弟姊妹来遮关心甲带导，奉献甲支持。咱教会的古存牧师受派到前往到三角埔教会。第三，咱8月21甲23，拜1甲拜3，咱教会牧师咱教会陈牧师甲林牧师翁仔某要参加着中会牧家退休会。礼拜3的早间祈祷会，咱暂停一遍。就是9月初10下午2点半，教会伫罗州国小将要举行着三喜音乐节，设到150周年的社区分享音乐会，请大家讲邀亲朋好友来参加教会三喜音乐节，并请以海报来讲为来宣传。另外，咱教会也有开办着8月2的课程，伫每礼拜4暗时8点到9点，由任何长老来教导。若有意爱参加的人，请甲传道组的秀兰长老来直接来报名。第三，每礼拜3有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兄弟来守望教会，彼此带导。第四，教会最近来为着设到150周年相关的活动，投入袂少的人力甲物力、财力，邀请着兄弟姊妹为着设到的150周年来关心甲带导奉献，来回应上帝的听谈。团契消息，青少年团契伫8月18甲20拜5甲礼拜日，举行着三喜年的灵修生活营。基督徒的信仰甲价值观，地点伫9分教会灵修会馆。咱请为这代志，为着青少年，咱为因来代祷。第二，上日团契伫8月27，也是着下主日大义礼拜后结束了后，伫1楼要举行着8月份的例会。所接具体甲相通教界消息，请咱家己过目来提名来祈祷。以上。这条阿拉未变诗398首，未变诗398首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煞，咱请歌牧师来为咱祝祷。徛地，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到你的听，伫主你过我得胜的日子。主耶稣，你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遮尔要紧宝贝福音来享受互阮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
天父上帝疼痛，圣一个相通、感动、喜乐、平安、健康，甲咱兄弟姊妹同在，甲咱泸州教会复兴同在，对担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